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瑞雲。今日我哋就嚟研究一下十字弓嘅通用技能。咁一開始呢，我哋第一招介紹就係呢招自動開火一技嘅第一招。佢基本上就係有5 hit 嘅，每0.3秒呢就打121點物理傷害，最多呢就1.5秒。咁即係1.5秒打5下，最後一下呢就會產生爆炸範圍攻擊。佢嗰個傷害就311點，所以呢招呢其實係幾好用嘅。不過佢有個缺點就係你一出嗰陣時呢，基本上佢係行唔喐嘅，佢一定企定射嘅，射晒5 hit 為止。但係佢嗰個傷害係幾高嘅，同埋最後一下打範圍，咁變咗你一打多嘅時候都可以運用到嘅。咁同埋佢有個自動瞄準啊！變咗你 P.K. 嗰陣時咧，唔會打唔中咧，好似爆炸箭咁，有時人哋一走位就打空咗，就浪費咗個攻擊力，咁你就可能嗰場就打輸就係咁解。所以我係幾推薦用呢招嘅，同埋佢配吸血衣用咧係非常好用，好似呢家咁樣咧，好快就補換晒血。因為吸血衣就係你攻擊嗰個次數嗰個關鍵，就係你回血嗰個速度啊。雖然佢有個上限都係7次，但係若果你用呢招配吸血衣咧，就非常好用。所以咧，我就幾推薦用呢招咯。跟住打埋呢隻先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介紹第二招。第二招就係爆炸箭。咁呢，佢就493點魔法傷害，冷卻就2秒嘅，都幾快嘅。我嚟打怪都 OK 嘅呢招，基本上。但係 P.K. 呢就爭少少，因為佢始終都會俾人避到喎。打怪唔識走位又冇乜所謂，但係 P.K. 嗰陣時就爭好遠。不過佢個好處就打到範圍咯，但係佢嗰個範圍都唔係好大嘅啫，其實變咗嗰個，若果你俾人圍、俾人前後圍攻嗰啲情況呢，佢嗰個作用就細咗。除非全部敵人都喺晒同一個方向，咁就好睇你嗰個走位。不過若果人哋一左一右夾埋嚟或者圍你嘅話，基本上爆炸箭嗰個作用都唔大。因為佢始終打到一邊又打唔到另一邊，個範圍又唔係特別大，咁變咗打唔到幾多隻。但係打怪呢就 O.K. 嘅，即係好似呢家2隻，嗱你睇下咁近都打唔到㗎，除非佢哋走得再近啲啦。因為佢個範圍係得咁上下大嘅啫，即係你見到啦，就係呢個圓咁大。咁變咗佢嗰個範圍唔係太大嘅話，咁一打多嗰個作用個效果就細咗。跟住佢配吸血衣嘅時候又爭啲啦，佢嗰個射擊次數咁慢，咁變咗唔可以快速回血嘅話，咁變咗就大打折扣。個大佬打埋佢先。嗱，好似呢個情況都或者用到嘅。有幾隻怪咁樣引埋一堆射呢，咁就好啲嘅。不過都好難一次過打中晒。嗱，咁你見到啦，佢嗰個一打多嗰個作用呢，實際操作起上嚟唔係咁容易。變咗呢就有啲大打折扣，所以情願逐隻清呢，用第一技好過。不過如果你真係好識走位、好識拖怪嘅話，咁都可以用呢招嘅。好似你啱啱見我咁樣打一堆都唔係話好容易就打到一大堆嘅怪物，所以變咗。我就覺得第一技就比較好用啲咯。跟住落嚟呢，
我哋就介紹下二技嘅第一招，擊退射擊。咁呢招呢，佢嗰個作用呢，就係造成235點物理傷害啦，擊中敵人後使自身施法時間減少，普通攻擊速度增加50%至6秒。因為佢有呢個施法時間減少呢，所以基本上佢配上自動開火呢個一技嘅第一招呢係幾好用。因為佢打唔 hit 啊嘛，咁如果你用咗呢招之後再好似依家咁，跟住再放呢，佢嗰個射速會快好多，跟住你普攻又快咗，所以我係幾推薦呢一招嘅二技上面嚟講。基本上係我主要係咁樣搭一技，但係如果你呢招搭爆炸戰呢，嗰個作用就細咗咯，變咗淨係喺嗰個普攻上面有加成嗰個攻擊速度，所以我就建議呢招二技搭自動開火呢係比較好啲嘅，同埋佢有個擊退效果呢，咁你變咗 PK 嘅時候，人哋出一啲持續技啊，你又可以打斷佢啊嘛，咁變咗你都可能係你嘅唯一嘅打斷技能嚟㗎啦。除非你用嗰把弓個大技有控制效果，咁佢嗰個冷卻時間又唔係話太慢，12秒其實 OK 嘅。咁整體性嚟講係 OK 嘅，呢招係我係推薦用呢招擊退射擊嘅。跟住第二招就係呢招擊破射擊，佢嗰個作用呢就係扣人346點物理傷害。跟住然之後，目標剩餘嘅每10% 生命傷害抗性降低8點，最多可以疊加10層。呢招呢，我就覺得實際用起上嚟就普普通通啦。咁變咗嗰個出招時機好緊要嘅。咁人哋越低血嘅時候，你越用呢就減人越多防。但係咁變相，如果你有能力打到人哋咁低防嘅時候，咁你要殺埋佢都唔難啦，基本上。所以呢招嗰個作用嗰個邏輯，我係唔係好認同。同埋呢招有個問題就係佢出技之前呢，佢有個施法時間呢係都幾耐下嘅，所以我又覺得就即係好容易俾人打斷咯，同埋又等波鐘啦，嘥時間啦，即係個施法時間咁慢。嗱，依家示範一次，差唔多2秒左右嘅個施法時間，所以我唔係咁建議用呢招，同埋佢都係單體，所以變咗冇乜話好大嘅優勢同優點存在咯呢招。同埋佢使用上都麻煩，因為你要先扣咗人哋，跟住再打一下，跟住然之後變咗人哋剩翻嗰個血量百分比比較低嘅時候，嗰個效果先發揮到出嚟。但係人哋都就俾你打死嘅時候，所以其實嗰個邏輯唔係好講得通呢招。實際上嗰個效果唔夠大，所以我唔係好推薦呢招。然後就係呢招鐵蒺藜，我都唔係好識讀。呢招嗰個效果就係放陷阱啦，但係佢係近身放嘅。緩速敵人30% 4.94秒，造成129傷害。啟動陷阱就會增加自己30% 移速。呢招呢，我又覺得普普通通啦。PK 上面除非你好有策略咁用啦，都 OK 嘅。佢嗰個最大優點就係佢冷卻快嗱，5秒之後又可以再放完又射，放完又射。佢基本上個設計係俾對近身嗰陣時拉打用啦，我覺得係，即係等個近身嘅對方冇咁容易追到你啦。不過我就對於我嚟講就作用唔大咯，我都係企定硬打嗰種嚟，因為我 IP 高啊嘛，所以我都冇乜機會用到呢啲咁技巧嘅嘢。同埋我用弓手就係費事追人啊嘛，
咁你一用近戰打遠攻，你係追得好辛苦。但係一用咗遠戰就好簡單咯，企定喺度同佢鬥射搞掂，邊個裝備強就邊個贏。變咗依家一用十字弓就發覺 PK 簡單咗好多，容易贏好多。同埋你呢隻 game 個攻手嗰個防禦力唔一定特別弱㗎嘛，睇你着咩裝甲嘅啫嘛。咁你變咗攻手嗰個防禦力都唔會話特別低得去邊。咁變咗，所以唔同其他遊戲攻手有個弱點就係體力特別差，但係呢隻 game 又唔會話爭得太遠。咁所以講翻呢招陷阱我就唔係好推薦，因為佢嗰個傷害都唔係好高，同埋雖然佢冷卻5秒咁，同埋又咁近身，好有技巧咁用咯，又唔係話完全廢嘅。咁睇你點樣運用佢咯。跟住最後一招就係呢招沉默。消除噪音，佢有個沉默效果，持續6.31秒，造成555點傷害。個傷害係頗高嘅。我認為呢招都可以用下。基本上係佢係有個施法時間嘅，不過唔係好長。傷害有幾高，不過冷卻就慢咗少少咯。不過我都係推薦第一招擊退戰多於呢招㗎啦。不過呢招就第二推薦啦，可以叫做。實際上嗰佢嗰個作用其實都還可以嘅，不過佢容易俾人打斷就蝕底啲咯。不過大部分技能都係單體㗎啦，所以變咗佢打單體呢下又唔算話太大嘅事嚟。不過冷卻時間又長咗少少，變咗好似冇咁好用，我覺得。同埋佢呢招咧，你 PK 嗰陣時咧，人哋避到㗎，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嘅缺陷，即係特別打 PK 上邊。但係若果你射中咗沉默人哋6-7秒都有啲作用嘅，我覺得。不過基本上就唔係太推薦咯。所以主要我都係推薦翻呢招2技嘅第一招擊退射擊，同埋配呢個自動開火，反而係最好用啦。呢兩個組合。好啦，咁基本上所有通用技都介紹晒啦。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瑞雲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